淑坤，向前同乐飞，太家来上飞。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是龅牙，好，主要来看向前同乐飞的哦，哈。当然就是期待说哈，你这节目回事啊，你这节目嘅回事啊。你做嘛？一回事系咪？係咩？好，就呢度來看你啊，看你嘅開創。就讓呢度來看我開創安尼哦。係啊。梗係跟你嘛吃飽清無聊好啦，冇開玩笑啦嚇。接下來介紹你嘅神秘評審先生 ，TV 高友班先生、陳美蘭先生，金曲歌后毛以健先生。金鐘獎主持人齊智嫣先生，接下來看 T 組嘅表演，嗨！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欽定呢，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向天了一那爱爱呀，泪啊了冬啊，泪它秋了梦呀，冲散了。山高了好难闯啊，牛好了汤啊，狗子拍了手啊，心嘛有病啊。人迷了走南疆啊，民争了长啊，新风响了船，后面了山啊。众赏鼓励，很感激，我看到，哎呀，你好，你好，哎呀，人家青春空等的咯，抹边的咯，某边啊，一来一讲哎，哎呦，好会共发哦，谢谢帅哥美女，你好，本團有個袁健姐姐
学冲山歌一九嘞，你应该会团老师级的，哎呦，谢谢，歌后还会级的公发，应真的。该谢谢，是2、3年。 19年的啦，哎呦，俺讲还有唐人讲哦，唔单止19年，20年啊！哎，呦，比我嘅年紀較大咧。邊邊潮啦，邊個國台課啦，就幾20年有啦，哎呦，因為我教動導班啊，我教3、4班了。哎呦，要3、4班就我們跳來跳去，跳來跳去啊，你係咪？反正對啦，呀今年本來是連跳舞1禮拜擺啊，年沒有，阿美偉，你做乜哎呦，嘢你生日快樂啊！快樂啦！我老公對不佢有限啊，佢唔會反對對好老啊。公，哎呦，頭先唱嘅山太跳吼，你有唱到一位非常專業嘅先生，美蘭老師，常先生。那云言记吼，嗯，其中舞台是动有痴心，哦，给他赏韵啊，动讲，真嘅。转上转来哈，动响音堂的三个字，做黑欧阳冲。哦，冲阳명嘅用嘅咧，哎呀，云娟，云娟，对，很美的声音。然后三国字啊是韵转上，给全部转来动后。云娟姐加油，赞！謝謝老師，謝謝老師，繼續唱下伊，為晚年生活尋找快樂。嘿。哦，衝到要標準的啊，要標準的啊。說到幾多歲，唱到幾多歲。三天後就將喜用牙給人，好給安尼給大家開示一個正能量。唱歌的哈，會忘記自己的年齡呐，你知道對呀嗎？輕快樂的事情就會唱歌。對，你不相信，你問他今年幾歲，他一定跟你說38。18歲，剩下在銀行。按用有利息嘅，係啊，有利息冇，哎呦冇利息的冇18歲就有冇利息，空錢要有利息的，空年期冇利息。年齡冇你曉得利息的。什麼？格格準備獎金，已經有人拿獎金咧，哈。來，上面評先生。來看你嘅三位評審先生哈，本來你嘅雲娟姐哈，誒有辦法一枝同歌嘛？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by my side. 喜歡大哥哥還是小哥哥？大哥哥，你為什麼比較喜歡大哥？大哥哥經常欺負我。不是，我沒有為好，一開始不用的，我喜歡這種。有辦法一枝同歌嘛？哎，Kim 等嘞，Kim 等嘞，Kim 等嘞。謝謝老師，謝謝。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恭喜啊！謝謝。什麼啦？叫我看到啊，還是那麼漂亮，還是青春有力量，好他真的力量哈。啊，來，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Love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by my side. Going on, holding hands, walking through the night. Hold me up, pull
Nothing can stop me, spread my wings so wide。谢谢大家。众赏分享，你给周爸爸，周爸爸，好可爱哦！你们唱的好棒哦！谢谢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好厉害哟！太可爱了吧！宋爸爸你好，开港后，大家好。这是你们的制服哦。对，这是我们的团服。哦。对，为了辨识，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团长，所以我在衣服加了团长这2个字。哦，因为他现在人气比较，你才是团长，对，因为他现在人气比较旺。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做14只脚乐团呢？因为我们团员有4个人。就衣服上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哥哥在台下。哦，怎么今天没上来 ？Hello， 因为他一起上来吗？可以。哦，哥哥，他这个是弟弟吗？哥哥年纪大了，比较没有市场了。不会啊，他可以走那种。太高后。哦，有，他客家话比你标准。哎呀。他是副团长。哦，那您的地位是？就跟我的对，跟我的客家话一样，比较没那么好。长工。哥哥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叫？由哥哥介绍。哎呀。我们是每个人各代表一个动物，看出生。对，出生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比较特别的，就用什么动物。例如说，像我是出生之前每天都飞来一只蝙蝠，所以我就是代表蝙蝠，2只脚。那他是那个蜘蛛，他出生的时候看到很多蜘蛛。然后他是因为他不知道出生看到什么嘛，所以就用生肖代表，所以他就是老虎。那时候我们只有3个人，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就14只脚。后来妹妹出生了，她那时候看到瓜牛。瓜牛没有脚，所以我们团名就还是叫14只脚这样。你没有脚？没有。因为他很贴心。原先我们创始团员是我们父子3个人，那后来加了妹妹之后，因为她没有脚，所以我们团名也不用改，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小朋友。对，刚好是瓜牛，所以不用改名字。你们2个都很保护妹妹，对不对？对啊。会欺负她吗？你有麦克风来，大胆的讲。你有没有欺负她？敢欺负团长吗？人家只是瓜牛哎。他们有欺负你吗？没有。哥哥是不是很保护你？对。啊。那你喜欢大哥哥还是小哥哥？大哥哥。他喜欢蝙蝠。你太多脚会去抓他，对不对？哦，没有啦，因为当老大就会比较照顾小的，对不对？妹妹喜欢他的理由，你要问他，你为什么比较喜欢大哥？为什么？二哥比较常欺负我。不是，那你比较少欺负，所以他是选择比较少欺负他的来喜欢。对，我没有蕊好，一开始不用蕊，我喜欢这种。平常问他的时候，他都说他喜欢大哥，为什么？因为他说大哥比较帅，他常常这样说。但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出现第2个答案，我也很意外。下一次可能还有第3个。啊，对，那要看二哥怎么样对待妹妹啦。那这个乐团，你说这样子前后这样成立多久？我们大概是。这个小哥哥大概3岁的时候开始，他们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他们，所以3岁我们就到处走唱。那他现在8岁，接近9岁了，所以大概是5年多了，对，5、6年。那平常在哪里做演出？不一定，因为我们有考那个苗栗街头艺人执照，然后我本身也有新竹街头艺人执照，然后我们全团还有那个云嘉嘉，就是云林县、嘉义县跟嘉义市3县市的，所以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大概都会跑一跑。哦，你们14只脚就会这样跑来跑去的。对。哦，很有趣耶，好开心啊，好开心你们来，好有荣幸在电视上面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乐团演出，而且是窝心的，对，温馨感，对不对？提升的这种温馨感。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样的表演，记得去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扫描，是不是？我们有粉丝专页，粉丝专页上还有很多我们的那个照片跟影片，我等一下来看看。好啊，欢迎你们，好棒，欢迎你们。啊，不过今天还是要听听那个评审欣赏来公平一下啦哈。找到一个长手长脚的哈，雨娟。亮黑，你听100见面，我跟他们第2次见面。
哦，对对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安排在我前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算他们有几只脚，我还想说是不是有养狗要多加4只，怎么算都不对。然后我今天来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妹妹真的长大了。他进步好多，是啊。那个时候我在后台看的时候，我记得他是一个很娇羞、很害羞的小朋友，可是他今天一上台，疯狂的对我们放电，疯狂电惨了。所以今天如果分数高的话，完全是在于妹妹。没有，哥哥帅。哎，我想说提醒你一下啊，哥哥帅，好不好？真的加油加油！我觉得以后就是多，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唱客家歌，好不好？唱客家歌会更棒，加油加油！好 ，OK， 谢谢老师。谢谢，今天就先来看分数了，看可不可以给这个年轻的乐团14只脚乐团一致通过嘞？下分数，来1个灯、2个灯、3个灯，一致通过。谢谢，我觉得好棒哦！包拿出来，来，我们的团长做代表嘛，好，我们一起得到这个红包，很开心吧，哥哥？谢谢。谢谢，谢谢，下次再来，好不好？好，下次再来哦。好吼，好，今日向下来看海族的表演。你好，来，三类法哈，来问候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跟电视机。大家好，我是陈飞贤，我卡带到苗栗县3万乡，佢係我嘅好朋友曾以峰，佢係曾以峰嘅阿妹曾桂玲。这个3朵花田里上班呐吼，红遍的大街小巷哎，每个人都认识你们3个啊，那么有名，差不多。真的啊！唐公呀、闪避哈，你们带来个精彩的表演之外哈，还有很厉害的团呼。你们还有团呼哦？有吗？哎呦，要一起讲的吗？来，好。3万国小青春洋溢，3万国小热情有劲，3万勇往直前，3万称霸台湾。哦，好棒哦！来，我们集合一下。好有活力哦！这小女孩就是小女孩，对不对？我跟你说，下次去便利商店，如果他不给你打折，你就这样跳，就这样子跳，他就会给你打折。那如果没有呢？他就找你。你确定？下次你们试试看嘛，你就知道了。听讲评啊！好了，接下来有請到那個齊智嫣先生來公平一下。
OK， 人讲吼，一人担两人松，三人成钟哦。从细呢吼，安尼声音呢，其实伫好讲用客家歌曲呢来做一只演出。还相信10年以后，等到你的下台以后，某天上你的结婚的时间，不用个样片有没有？好像那个不是成长过程。对，然后旁边的人笑得半死。对。然后你以前怎么这样子？哎呀，怎么这样子？是我的回忆呀。对，而且其實發現到，其實從細就客家是冇聽說漢拜吼，你啊鄉親同樂會，第三台嘅主持人資料3姊妹咧，所以講安尼講聽眾朋友咧，到爸爸安尼嘅新年咧，到一條機會，好，安尼啲下子來看幾多隻蛋，我出隻 Q， 來5、4、3、2、1，按。3分加油！你是不敢，你冇關係啊！你對我3分有意見係嗎？沒，數法特啦，手滑手滑，不小心花了3000塊。沒，因為子燕姐的氣場太強。哦，好加在。機關槍一樣夾夾叫這樣子，對不對？好加在。對，我會沒關係，我會在旁邊這樣。我看得懂。你畫什麼圈？幾圈？哦，在哦，懂。頒獎，來頒獎。等一下，他團呼還要改哦。今天你們還有哦？对。好了，才藝表演，來。你英文講乜解？你英文講乜解？我也唔知呢。Wonderful， 好可愛。吴永斌，我帮你找到团队了，这个是你的笑话哎，快点，你就会讲这些了。你係乜雞 ？Wonderful。你係乜雞？哎，奇怪，他们3个就很 OK， 你这弄出来就怪怪的这样子。没，这个用过来，你乖耶。你係乜雞 ？Wonderful。哎呀，算了。对啊，你呐，多一听跟演技啦，哦。做两件事情就会乖乖。好啦，恭喜一下你3班过色哦，3律法哦，这里得到红包，有欢喜冇？好吧。有啊，真欢喜啊！所以啊，天使給前面觀眾朋友啊，能看到有歡喜的話，能有錯的話，結跟那些天花的報名哈。冇錯，因為辛苦3位評審先生，還有2位嘅參賽者，還有天使給頭前嘅觀眾朋友，有啲時困，向前同到飛，大家來上飛哦！再見。Wonderful.